咱台湾面临着少子化、人口老化是愈来愈欠劳动人力，尤其旅宿、餐饮甲小卖这寡行业是真欠人。真侪企业嘛呼吁政府伫扩大开放外籍移工，不过劳工团体嘛烦恼讲会去影响到咱国民是真歹找头路。到底劳动人力这个重大考验是要安怎来解决？阴暗7点半，青春咱的网节目，带大家做伙来探讨。我是从印尼来的，然后我是侨生建教班来台南吉英酒店实习。人客退房了后，近年来外籍学生之称就赶紧整理房间。其实亚洲参与这个学校招生建教班的学生，台湾的囡仔出生比率持续降低，人口老化加上疫情影响，欠工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。这个时阵，外籍建教生的人力对企业来讲是来了真着时。印尼学生伫阮学校大概占4成，菲律宾的学生大概伫3成左右，然后越南的学生差不多伫要较2成。就是说，外籍生进到我们这个产业，可能是这几年才会比较受到重视。在哪里？教委会最近这几年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，扩大办理侨生专班，入学人数是一年在增加。劳动部嘛透过平等的制度，积极招外籍的毕业生，从103年实施以来持续增加。这2年各6000个名额，嘛拢有要到城去考虑，互政府感觉效果袂歹，想要扩大办理。我相信每一家企业其实在找人已经用尽了全力，那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补足我们的能力啦。所以对于移工这个部分，我们其实很期待，非常期待。服务业敢要开放移工，一直拢是各界争论的问题。全国产业总工会认为讲，工课量无优先，薪水低，工时长，这是欠工主要的原因。加上8万的失去联络的移工，更加是爱要义的问题。要引进移工，第一个，目前你源头管理没有做好；第二个，你使用单位跟中介公司没有承担一定的责任的时候，那我们认为不宜再继续其他行业去引进移工，我们是反对。安怎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，保持台湾经济竞争力，嘛照顾各方的利益，就要政府、企业甲劳工3方抓到平衡点，共同合作，才会当在这场欠工的危机当中找到突破的方式。记者吴德庆、叶家军台北报道。